后来哦，这个今年第2号的中度风台马娃讲来到上届届，上紧今仔日也则是明仔载，都有机会发展做强度的风台，而且真有可能会为咱的东部的海面来就北。到时阵风台若真正安尼走，安尼北部东半部就会落大雨，离台湾愈近，雨就落愈大。你讲死若搁变大雨，透早中部地区落大雨，意思讲部分地方有灾情。变电箱啊拢变形，彰化市三德路的电火条啊，雷公去卡到变电箱啊，随导火，造成在地598户人家厝失电，加在火真紧就被拍花，无去伤到人家厝，因为说来有可能继续落雨，因为今年第2号风台马娃要来啊。目前是中度台风，环境适于它在发展，预估24小时到36小时这段时间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，但是在移动靠近到菲律宾东北方海面，要北转的过程中，环境又不太适合了，它强度就会再减弱。今日这个明仔载将是马娃风台是不是影响台湾上关键的时间点？某气象专家依照欧洲的模式分析。马娃风台对台湾的影响有可能有4种路线，第一是为东部海面上北，为北部东半部带来阵雨，这款的机会上有可能；第2种是为台湾东边海面上北，对台湾就无什么影响啊。第3种的几率搁较低，敢若为西南边带来阵雨，各地山区冒较大的西北雨。最后，若是讲这个马娃直接登陆，也是为高频沿海上北者，安尼会补真济水。最可能路径就是预估在星期天、下星期1甚至星期2，台风有可能从菲律宾东北方海面有北转的可能。特性上有像从东边海面北转，也有直接穿过菲律宾陆地的。那当然就是这个就和整个大气环流的配置有关。气象专家彭启明认为讲，5月份的风台拢是以抛物线转越影响台湾的，若是马娃依照目前由东边往西边方式直接过来，就真罕见。另外，有天气的专家讲，这个马娃有可能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势力有减弱，有往北边转向流入群岛山顶东的趋势。整体来讲，对台湾无什么明显的危险，因为未来变数真大，要搁继续观察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